其實由佢播出到而家咧，我都依然覺得情感的價值咧係我近10年覺得最深刻嘅電影嚟。對上一次已經係10年前一套叫《Winter Sleep》或者係呢一套叫做《坐看雲起時》嘅電影。但係咧，我一直都講唔到啊，或者係冇辦法做評論。原因係坊間咧已經有好多評論人咧，好似解剖咁樣咧，去分析呢套電影，逐格咁樣去講佢點樣同其他嘅電影有相似啊，或者入邊有幾勁啊咁。咁但係我依然都想點出一個點，或者係究竟有啲咩令我覺得最深刻咧？我覺得最深刻嘅係呢套電影咧，佢講咗一種情感嘅溝通咧，係非常之難。而且人同人之間，尤其是近親嘅人啦，我哋冇辦法直接咁樣去交流到。而佢呢個電影咧，唔係話俾你聽，我哋冇辦法溝通啊，點樣點好 cliché 好典型嗰種。佢真係用個電影或者用個故事、用劇本去話俾你聽，喂，佢哋係溝通唔到。而每個人佢能夠表達情緒嘅方法咧，係要靠隔離嗰個人去表達嘅。例如主角係個家姐啦，Agnes 咧，佢係都講唔到自己嘅感情嘅，佢可能有條氣會喊，會憤怒，會唔中意個老豆，但係佢能夠表達感情咧，其實係透過爸爸寫嗰個劇本，或者透過妹妹去同佢分享啲故事。爸爸都一樣，爸爸佢都係講到自己感情，佢係透過寫關於佢媽媽喺二戰經歷嘅創傷，佢點樣痛苦然後自殺嘅一個故事，再去串聯翻佢同佢女之間嘅關係。其他角色都一樣，佢哋都係要透過其他人而去反射自己嘅情感嘅。例如嗰個菲寧咧，菲寧做嘅嗰個美國演員Rachel King。Rachel King 都係一個可能我哋冇咁多背景可以知道佢係咩人嚟嘅，但係佢都係一個透過演員、透過劇本會觸動到佢個內心嘅。呢個故事好得意嘅，無論係頭先講 Rachel King 又好，或者係家姐係一個演員啊，佢哋都或者係個爸爸嘅導演，佢哋三個咧都圍繞住一個好共同嘅命題，就係作為一個創作人或者作為一個 artist， 佢哋好可以去表達到其他人嘅情感，但係當佢哋收到或者佢哋去接觸一啲同自己太過親近嘅劇本或者太過親近嘅內容嘅時候咧，佢哋會好恐懼，因為嗰樣嘢係畫到自己嘅瘡疤，畫到自己嘅嘢出嚟，嗰件事係非常之難受，而嗰個難受咧係我哋先至去真正去面對緊嗰件事嘅情緒。咁呢個就係呢個劇本或者呢個故事最好睇嘅。